呢間可能係全香港最有溫度嘅美容院，專研暗瘡粒突動嘅 Nano Beauty， 喺銅鑼灣已經開業12年，更加喺 Google 獲得5星滿分評價。除咗環境夠放鬆舒服，我最中意佢哋對客人好貼心。唔同傳統美容院嘅 package 限制，Nano Beauty 認為淨係用一個技術係好難斷美，所以佢哋首創治本式治療方案，一個療程就會結合幾種儀器技術，仲會定期 review 客人嘅皮膚情況，根據每次狀況去決定適合嘅療程，咁先可以精準改善唔同嘅皮膚問題。其中客人一致好評，榮獲 She.com 最喜愛暗瘡修復療程嘅暗瘡斷美2.0。就主打由根源終結暗瘡循環，當中結合4大核心項目，可以從根源解決油脂過剩、角質堆積、細菌感染同埋炎症修復嘅問題。喺4重技術下，可以做到快、狠、準咁樣擊退暗瘡暗粒，真正達到暗瘡斷美，仲可以預防再生添。成個過程無傷口，唔使恢復期，即刻上妝都冇問題啊！而治療師嘅手勢相當之專業溫柔，過程唔會黑 sell， 價錢都好公開透明，就連預約都可以247咁 online 搞掂，即時睇晒所有時間，唔會出現約唔到嘅問題，完全冇社交壓力。如果你都想揾一間療程高效、有溫度、真正關心你皮膚嘅美容院， Nano Beauty 絕對係首選。聽講佢哋要預早4至6個禮拜 book㗎，心動不如行動，即刻去預約啦！